因为伫昨暗台东嘛已经感受到风台的威力，因为风真透，海影嘛真大。今日透早时，台东有民众驶车出门要上班，伫半路的时却倒去的大丛树仔去撼着，加载人无安全。愈暗，台东地区风雨愈大，伫路的拢无半人。气象署发布狂热风台警报，暴风圈越近陆地时阵会出现12级平均风，或者是14级以上的阵风。台东市区也感受到这股强风的威力。海边影也正大，大景一直趴喺海边，互人看到就惊惊。透早1点外，有一位姓潘的女驾驶驶车要去上夜班，车驶一个山西路一段时阵，一阵强风吹过来，将路边一丛大树仔吹甲倒来，手机向轿车撼过来。好佳在姓潘的女驾驶反应正紧，闪过无受伤。上班的路途中，然后树倒下来，然后就整个告过去了。是啊，你人有没有怎么样啊？人没有怎样，没有怎样。车子呢？车子就可能要修理啊。车祸倒伫咧路边的树枝卡条的无法度震动，肇事车拖吊业者把车吊起来，倒来这丛树仔树身、树枝、树叶也甲规涂骹，车要经过拢真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